嗱，呢4個官方 A.P.P 咧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分分鐘幫你慳唔少時間同埋銀紙噶嘛。第一，國家反詐中心 A.P.P， 而家啲電信詐騙係真五花八門，防不勝防。呢個 A.P.P 係官方，能夠精準識別嗰啲咁嘅詐騙電話、短信、鏈接，仲能夠一鍵舉報，保護好你個荷包，就保護好你嘅身家性命。第二個，個人所得稅嘅 A.P.P， 一年一度嘅個稅匯算清繳一定要用佢嘅，專項嘅附加扣除、仔女教育、贍養老人、房貸利息啊，呢啲都能夠幫你退稅，少則幾千啊，多則退幾萬㗎。呢個你作為納稅人應得嘅。第三個，雲閃付 A.P.P， 好多人咧只係知道微信啊、支付寶啊，忽略咗一個叫做雲閃付，佢係中國銀聯官方推出嘅，轉賬免手續費，還信用卡免手續費，平時繳水電費、燃氣費、話費，經常有優惠活動，一年落嚟慳唔少錢㗎。第四個，交警12123。揸車啲朋友啊，剛需嚟㗎，上面有你嘅電子版嘅駕照，在線查詢。有陣時真係唔記得帶駕照，你攞個手機俾佢睇，電子駕照都得。繳納嗰啲交通違法，可以快速收到交管部門推送嘅即時信息，在線辦理駕駛證、行駛證換證、補發、換領機動車號牌、機動車駕駛人考試預約等等業務喺手機上搞掂，所以一定要入呢個 A.P.P。